想玩加密貨幣，第一步就係下載 OKX App 啦。OKX 係全球信譽好高嘅交易所，安全有保障。記得去 Google Play 或者 App Store 揾返官方嘅 OKX 應用程式。打開 App 之後，直接去到註冊頁面，輸入你嘅電郵同密碼。建議用一個平時唔會用嚟註冊其他網站嘅新密碼，保障安全。註冊時要入返 email， 之後會收到驗證碼，係你收件箱度查收一下。記住用平時自己會 check 開嘅 email， 比較方便。入完 email 之後，好快你會收到一個6位數字驗證碼，填返落去 OKX App 入面就搞掂啦。呢啲步驟都好簡單，保證真係你本人操作。要保障資產安全，一定要過 KYC 認證，跟住指示上傳身份證、自拍，幾分鐘搞掂。我自己都覺得 OKX 啲流程好快好方便，建議大家再加多重保障，開啟 Google OTP 雙重驗證，用 Google Authenticator App 掃 QR Code， 之後每次登入都要入一個動態密碼，咁樣資產就更安全。完成晒註冊同驗證就可以轉入加密貨幣啦。去返 OKX 入金頁面，揀返你要收幣嘅幣種同網絡，就會有收幣地址。不過記得對清楚地址同網絡，唔好用錯緊要。